说来，这个是值得咱好好思考的社会现象。因为这个参与业者推出优惠活动，讲只要名有这个华语音鲑鱼，又是红鲢鱼的人，工作6个人拢会使免费食到饱，引起真侪人专工去改名。这两天全台湾差不多200外人改名叫鲑鱼、红鲢鱼。更加有人创这个纪录，新北市这个陈先生都将名呢改做52个名，这是全台湾名上长的纪录。这个新证顶面这个写名，这个所在根本写袂落去。内政部是呼吁讲，依法每一个人有3摆改名的机会，改名做红鲢鱼也好，鲑鱼也好，搁改倒来就必定是用2摆啊，呼吁咱的乡亲啊，爱珍惜行政资源。啊，你改什么名字？林鲑鱼。名改做红鲢鱼的同学已经来食第3摆，所同学做伙食。桌仔顶的盘啊，头壳比人搁较悬，若无改名嘛无要紧，付一寡钱嘛会使来食。有，他收100块。收100块，那个互惠的对。这2天真侪人把名改做红鲢鱼，学生拢真有创意。这位南台科大学生都把名改做15个字。改流品鲑鱼鳞寿司郎吃到饱妹子约吗？这位同学讲名改了，妈妈真生气，不过伊头壳动了真紧，招团来食，一天就赚5、6千。赚个零用钱赚多少吗？6000块。有名的寿司店推出名内底只有鲑鱼、港银字，规道拢会使免钱来食。活动第2天，台南有一位20岁的学生，名改做9个龟，另外有20个鱼。上尾也是刷刷去，我想甲足忝的凊彩啦。新北市有一位陈先生，名改做50个字，创下全台湾名上长的纪录。这2天大约有200个人改名做红鲢鱼。我这次改过去，然后再改回来就2次了哈。那还是要尊重整个行政资源。内政部呼吁民众为着食几顿免钱的寿司，就用掉一世人干那改名3摆的机会，而且浪费行政资源。伫面册屈所讲，这甲改名的扩大用了，就真正的实际名家。